Hello 姐姐，係你叫咩名啊？我叫薛迪亞士啊。係今年幾多歲39歲。39歲嘅，結咗婚未？結咗，未有朋友啊。OK， 未有小朋友嘅。係啊。OK， 你喺香港做咗幾耐啊？第一次係2年。兩個故事係11年。OK。第三係3個月。OK， 好，係啦，咁你之前係主要照顧咩人㗎？第一係鄭傑。兩個係照顧寶寶。而家係照顧寶寶。OK， 好。姐姐你食唔食豬肉㗎？唔食豬肉。可唔可以煮啊？可以。你驚唔驚貓？驚唔驚狗啊？如果大狗勁，細狗唔勁啊。OK， 係啦，咁你識唔識自己買餸？可以嘅。可以係啊。姐姐你識煮啲乜嘢啊？蒸魚啊。蒸蛋。同埋煲檔。炒菜嗰啲得唔得？炒菜。OK， 好嘅。姐姐你使唔使翻印尼？要翻去等 visa 係啊。好嘅，唔該晒你，拜拜。拜拜。